自后2024年9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以听之名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22章第1到第9节。耶路撒冷的住民设立约兰的帅马囝亚哈谢煞接伊做王，因为甲阿拉伯人做伙来攻城的军队，将亚哈谢的兄哥拢杀死。安尼，犹大王约兰的囝亚哈谢就做王。亚哈谢继位的时2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年。伊的老母叫做阿他尼亚，是以色列王暗利的查某孙。伊嘛行亚哈家的路，因为伊的老母教伊做歹。伊亲像亚哈家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因为伊的老爸死了后，亚哈家的人来教伊做歹，直到伊灭亡。伊接受因的计策，甲以色列王亚哈的囝约荷兰做伙去基列的拿抹，甲叙利亚王哈实交战。叙利亚人拍伤约荷兰，约荷兰倒去亚述列，要医治伊伫拿抹甲叙利亚王哈实交战的时所受的伤。约兰的囝犹大王亚哈谢落去亚述列探访亚哈的囝约荷兰，因为伊破病。亚哈谢来看约荷兰，煞拄着陷害，这是出自上帝的意思。伊伫遐的时，甲约荷兰出去，拄着宁示的孙耶户，上主选立耶户，要互伊消灭亚哈家。耶户伫执行上帝的审判，刑罚亚哈家的时，拄着犹大遐的领袖甲亚哈谢兄哥的囝，因拢是伫侍候亚哈谢，耶户将因拢杀死。亚哈谢秘伫撒玛利亚，耶户派人去掠伊，人找着伊，甲伊带去耶户遐，将伊杀死。人甲伊埋葬，因为因讲，伊是迄个专心祈求上主的约沙法的孙。安尼亚哈谢的家，无人有能力维持王权。以听之名，亚哈谢是约兰上细汉的后生，因为老爸的恶行，伊的兄哥拢互敌人掠走丧命。亚哈谢22岁时登基做王，老母阿他尼亚诚做伊的军师，替伊出主意，带伊做歹代志。伊学习亚哈家的恶行，做上帝看做邪恶的代志。只做王1年，结局也是以悲剧收场。伫亚哈谢的人生，老母阿他尼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，深深影响伊。俗语讲，天下无不是的爸母，意指所有爸母对子女的用心，拢是出自善意，袂有毋对。若甲即句话套用伫阿他尼亚身上，检菜通细说伊是一个歹老母的恶名，想必伊一定非常疼爱亚哈谢即个唯一幸存的囝儿，为了帮伊保住江山，伊用对老爸亚哈遐所学一切的歹来教导囝儿。伫伊的任期中，家己所做一切拢是为着囝儿好。当囝儿拄着问题，伊就替伊出主意，努力保护伊袂直到拄着失败。因为伫母亲的心中，为囡仔所做一切，拢是用疼做出发点，绝对袂毋对。总是结果却大错特错，
因为伊是带囡仔伫做歹代志。对阿他尼亚伫对囝儿阿合社的教育模式，咱通思考父母安怎教育囡仔即个深切的议题。实际上，每一个做父母的人，拢需要学习，因为无人天生就是好父母。相信大多数父母伫教育囡仔的顶面，拢是出于善意，想要互囡仔上好的。总是父母对囡仔的教导，可能是基于个人的经验和价值观，总是这并无一直拢是正确的。父母应该意识到，教育囡仔需要找求平衡，毋是用疼的名来行控制知识，强迫囡仔接受家己要互伊的一切。父母需要互囡仔教育的疼和支持，同时也爱互因适当的自主权和挑战，互囡仔会晓独立甲承担责任。父母的角色是引带和启发，毋是过度干涉，也是鼓励错误的行为，尤其是父母的言行对囡仔的成长和发展有深远影响，因为安尼更较应该反思家己的教育方式，确保是建立伫正确的疼和价值观基础顶面，以塑造出健康、自信和有品格的下一代。阿他尼亚凡事替阿合社出主意，看会若像听囡仔为囡仔付出，伊的方式实际上并无正确，因为伊对囡仔的溺爱和对囡仔恶行的鼓励，拢导致囡仔悲惨的结局。马基书第4章59-60点出，上帝心意是爱父母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母。相款的，当身为父母的咱心转向天父，天父的疼就会充满咱，进而互亲子之间的心会当搁较搭紧。求主帮助做父母的心会当转向家己的儿女，成全儿女，互因活出上帝所创造独特的样式。默想，身为父母，伫面对教育囡仔的议题，上困难的功课是甚物？身为父母，伫面对教育囡仔的议题，上困难的功课是甚物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互我有属天的智慧甲耐心来教育囡仔，用疼来陪伴囡仔，互囡仔伫有安全感、温暖的环境中健康成长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